兇宅 SM 女公關，設計師要踎監。喺禁室 SM 19歲嘅女公關30個鐘頭，關震中係個已婚嘅室內設計師嚟㗎。前年佢喺夜總會度識嘅女公關，就成日約出街又俾錢佢使，但兩個人都冇性交。後嚟佢話佢要提供免費住宿，就呃到女公關入住呢個曾經死過人嘅兇宅。但第二日佢上到去就五花大綁，剪爛佢啲底褲塞口，更加用電槍電佢大髀，再運佢入衣櫃走人。後嚟女公關醒翻，關震中就同佢講會運佢1個星期俾10萬蚊，然後話解開佢攬住一齊瞓，期間又摸又錫佢，佢唔敢反抗啊，最終仲強姦咗佢。之後又綁翻佢，仲要佢帶滅聲狗帶，再電佢6到7次，搞到全身觸電。女公關最終等佢離開單位，大叫驚動鄰居報警。關震中早前已經承認強姦等罪，求情就話女公關冇實質嘅傷勢同長久痛楚，但法官就直斥佢為咗得到快感，令到女公關心理同身體受到折磨痛苦。女公關雖然冇明顯傷痕，但被電擊隨時會癱瘓。心理報告仲顯示佢有性虐嘅傾向，重犯機會中至高，最終我判佢監禁9年零4個月。